这个是大腿，所以我方向是有对的，所以就安尼。这个是下头菇，下头菇就是咧遮，这个是。
的后殿啦吼。我甲萧美琴有小可有一寡交集吼，因为我的表兄萧美琴的老爸较早是台南实行院的院长，叫做萧清芬。我的表兄伫台南实行院咧教册，所以我细汉的时去台南实行院找阮表兄的时候，捌看到萧美琴甲因小弟咧爬树啦。迄个时阵，因为因是爱诺克吼，迄个阮细汉是看到因安尼，是一个迄种混血吼，较特别会较注意着讲哦，即两个囡仔高囡仔伫遐咧爬树啊。今仔日我来读即个伊的后殿。在通确定关怀文教基金会周董事长陈玉凯全体参与的人士，大家平安欢喜，真欢喜来知影伫今仔日115年5月2号举办爱母亲讲母语开台语文创意园区8周年活动特别后殿。长期以来，贵会积极实践成立的宗旨深耕母语的传承教育，丰富文学知性的涵养，落实人文永续的关怀灌压启发，达至高面。这个是敬祝活动顺利成功参与的人平安如意，萧美琴秀。多谢各位贵宾，大家拢是今仔日的贵宾，大家拢是这个所在的主人。咱家己拍一个扑克好不？咱家己欢喜来关心咱家己本土的语言文化咱的文化部上关心咱本土语言，负责咱台语以及其他的几族群的语言的文化部的处长李处长，咱家己拍一个扑克好不？伊实在是足用心足拼势嘛。会使讲是来咱园区，会使讲做上大的关心吼。其他也阁有咱的县政府文化局的局长卓芬，咱的局长吼。在场我想我就无就安尼，先简单介绍一下吼。咱的分乡乡县主席的乡长林乡长吼，林乡长来咱的教育处的这个教育部中心教育司的司长，咱的司长梁司长，你背好啦。好啦。小芳，大家熟悉小芳哈，小芳，来，我可能爱较紧无。敢若贵宾就介绍袂了吼，来，敢若讲是对西班牙来，西班牙，但是即马讲台语的吼，来，请你起来，互咱熟悉一下，咱欢迎要紧咱家己的语言的文化，多谢，谢谢。咱新任的咱文教基金会新任的董事，阮的教会的牧师林家豪牧师吼，谢谢。咱教育科长，蔡科长，蔡科长，这是教育部的科长终身教育司的科长吼。来，再来什么人？来，咱客语，搁就是台语的蔡永强蔡老师吼，蔡老师，因为了争取咱台客语要进入客语学系。足用心的吼，嘛是足认真的一个。因不但是客语，原来是对台语，原来足认真吼。来，谢谢。咱的荣誉校长吼，负责咱遮的暑期的文学营，暑期的文学营，即摆已经差不多变做全台湾东南西北拢会来的吼，因已经拢准备好啊，咧等学生安尼尔吼。因讲也毋敢广播随着落满去。再来，咱的乡长张乡长，张乡长哈，来，咱的迄个信涵老师，咱这个是司长吼，司长咱另外司长，头壳迄个是教育部的，这个是文化部的吼，无共事，拢是直接负责咱遮
另外一个，这个嘛是足要紧的。咱新港乡，因大家知影一个林武宪老师来徛起来，我给你看，伊是诗人，嘛是咱的儿童的音乐，伫咱的文学馆就有伊的诗伫遐，那足好足好。所以中华足侪人才吼，剩的话我会晓的，熟悉无熟悉，检查着无。来，咱的东路苗栗东路的傅家大哥吼，傅大哥，你是第几吼？因开的规兄弟仔拢来，好来，数学来，我看一个来，咱未来的馆长陈数学吼，名数学，来，好来过来，大家好，谢谢。个迄个咱肖老板，咱阿邦，咱知影特别人小朋友来拢有一块饼，迄饼咱大家注意听哦，迄饼拢伊买来，咱大家食迄个细迄个麦芽糖饼，拢伊长期特别拢买饼来，互咱是咱小朋友，不管偌大汉偌细汉来，拢有迄个。卖个糕饼，就是肖老板提供，甲伊拍一个拍啊，多谢谢吼，多谢谢。过来，这是个日本的，头过一个是，即摆这个是日本的吼，以前是日本交流协会的外交官，即摆已经无爱做外交官，做咱台湾伫阮台湾大学咧读博士班台语的博士班，较像啊，伊要咱，吼，一定要甲咱致辞，所以囡仔。四三学，来，过来什么人？来，咱的当初，不管演好演歹，拢爱安那，拍婆啊拍较大个好，拢6摆如何啊拍较大个吼，后壁逐摊拢爱去，后壁拢有，敢若袂歹的款，大家拢感觉讲阮有认真，所以足侪歌舞，今仔足侪物拢是人提供的，今仔日托马豆。是咱黄秀峰立法委员所提供的，该多谢一个敢好，多谢。立法委员、秀峰委员。学庭啊，恁注意听，学庭啊，我放上涉入啦吼，我想我讲话到这就好啊，唔通想讲。作品伫倒？作品介绍一下啦，这阮的代表吼来，还有作品杨校长，哥。都像大饼来，这代表，拢来伫遮来，还有啥物人？今日举手，我若实在讲无够的。其实每一个人拢是贵宾，每一个人拢是家己的人，拢是主人，这是咱家己的代志。所以今仔日足轻松，足自然，大家安心。遐有穿轨迹，有地点，还听还有。好食面的点心，会记你爱讲什么话？敢若你讲，囡仔爱讲无？咱爱讲，囡仔就有机会听，囡仔无听就袂晓。咱大家毋知有参加登录做台语家庭无？都有，后壁才有礼物。今仔若无登录的，就无分数。咱文化部长伫遮吼，就无分数。后壁咱较听讲，我讲伤侪话啊，多谢大家。恁大家有看我遮有这哦吼，搁有这哦吼。伫后壁嘛，伫遐咧念啦吼，伫遐咧做吼。所以咱伫遮就是用各种的活动。今仔日嘛是借这个活动，互大家做伙，大家认亲，大家互相勉励。伫遮鼓励尔，所以这毋是目的，这是工具尔，要互咱大家讲什么台语，交托台语家庭好。我的话伤济到遮，多谢大家，多谢。咱州长市长，搁在座，包括咱立法院的黄委员，搁咱杨乡长，咱教育文化局的中华县文化局的局长，搁咱教育部杨司长，搁现场的在座贵宾大家好。我是个感觉今仔日一路州长市长一路含海吼，我是真乖，伊逐摆点名，我知影伊意思就叫我是我拢家己举手，结果伊拢敢若讲我自愿的吼。今日是真欢喜再次来到咱台语文创意园区。我讲实在哦，因为我原底
就是讲我免地数啦，因为逐摆去个地数压力拢不哩啊大吼。台语讲了无好，还是讲了无准，无那无水吼，我拢转去拢足自责的。啊，想讲今仔会使免讲，结果无意到讲，帮署长反复讲，我也是爱讲一个话。啊，要讲话，今日伫个高铁顶头的时阵，我就紧叫我的 ChatGPT 吼，我甲讲，我小等下要地数，紧帮我写地数稿。我的 ChatGPT 会晓讲台语哦，嘿，我要求伊讲用帮我写，所以我即马要用伊大多啊吼，一个真紧的时间帮我写的即个地数稿吼，连我家己听。哎，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来到咱这个充满创意甲活力的台语文创意园区，就会来庆祝咱8周年。台语毋但是咱日常生活的语言，嘛是咱文化的根，是咱感情的所在。即句看起来真简单，啊，毋过伊承载着咱世代的甲记忆的故事。这几年看到愈来愈侪人用台语来写歌、写诗、做设计、来做影片。互咱台语毋但是干那一个传统，毋但是老大人咧使用的，佫会当变做一个现在 ING 的创作语言。这个园区的存在，正就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互咱台语有所在会当发声，有空间发展，嘛舞台，互咱创作者会来发挥。语言文化毋但是锁伫博物馆内底的物件，文化是活的，是会行会变，会当继续生团。啊 ，AI 写到这的时阵，我甲讲，你毋通袂记哩，今年的主题叫做爱母亲讲母语。啊，我的 AI 随个甲我讲一句话，伊讲这句话听起来真简单，嘛阁足深的。伊表示讲语言对母亲在一开始，迄就毋但是交通的工具，是关心，是疼惜，是一个人一世的记忆。AI 讲了袂歹啦吼。好，啊，即马同一尾啊，伊会甲讲咱期待来透过咱这个园区，会当互愈来愈侪人敢讲台语，爱讲台语，嘛用台语来创作，互这个语言会当继续伫咱的生活内底开花结果。同尾后要祝福咱台语文创意园区一年比一年搁较精彩，嘛祝福大一个用台语创作的人，拢会当行出属于家己的路。多谢大家。AI 讲我准安尼讲，你来甲我拍谱啊！多谢。哦，赞！署长哦。咱就当署长啊，主席吼，咱文化部李处长，咱文化局的张局长吼，咱电话员吼，咱黄委员，这个是陈委员吼，以及咱在座吼，咱所有贵宾、所有好朋友吼，大家好，今日足荣幸吼，代表咱教育部吼，来参加咱这台语文吼创意园区8周年的活动吼，咱的活动是叫做爱母亲讲母语的活动。其实我首先其实对咱周董事长长期关心投入咱本土语言的迄个付出的，其实是非常的感动甲钦佩啊。所以特别是伫对咱台语推广的这个台语的福建的这个运动进行其实是用伊的生命咧推广所以我首先想叫咱大家相照，咱是毋是咱周董事长做一个鼓励肯定。感谢。基础来讲，其实来到这大家报告，其实我是彰化人。我阿公的故事伫咱包括所下骹头民族路遐咱拢知影讲，咱讲这个母语，其实是爱有迄个环境所以。咱周董事长就一直咧推广迄个啥沉浸式的环境对幼稚园国小开始来去推广其实像我家己，我会晓讲，我伫细汉的时阵就去台北读册我会晓听，会晓讲台语呢，其实是因为我甲我阿公甲阿嬷伫咧厝就甲因讲去甲活动一切顺利成功圆满大家合家平安，谢谢。多谢，这个署长。好，咱周董事长、杨议长，个咱的司长，个次长，个林董事长，我们的
张局长啊，所有今仔日来吼，咱各位贵宾，各位咱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谢谢。大概来到这吼，就是爱提醒家己一定爱讲台语。吼啊，委员推动这个台语吼，是这个园区已经8年啊，为无啊到即马吼，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关怀文教基金会真用心咧推动这个我们这个司长跟次长吼，登去也当个部长报告啦吼，就委员吼伊。真的带领我们所有的这个志工，啊个有足侪咱的台语文的老师吼，伫这个园区内底，每一礼拜吼拢有活动，啊每一礼拜拢有这个座谈，啊甚至吼就是咱一寡台语文的老师拢会互相研究吼，所以吼这是算全台湾第一座的这个台语的创意园区，啊嘛感谢吼这个为中央到地方大家做伙合作，啊我相信未来啦吼，因为有这个园区吼做一个根基，啊，互更较侪人会来熟悉这个台语的水，啊，祝福今仔日活动圆满吼，嘛祝福各位母亲节快乐，谢谢。多谢，为得吧？好，请。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三学，我是日本人。我较早伫咧日本、台湾交流学会做工课，即马伫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做学生。因为我足爱台湾，所以我即马伫咧台湾是非常欢喜的。即届会当来到即个所在，我嘛是非常的欢喜。不过比我更加欢喜的，应该是我的囡仔伫遐，应该是更加欢喜，因为是伊足介意议长甲馆长，所以每一届看到议长甲馆长，伊足欢喜，所以即届。伊嘛是共款，伊是非常的欢喜来到这个所在。不过，我是感觉无论是啥物理由，伊来到这个所在，熟悉台湾多元的文化，是非常好的这个成果。有一天，伊甲我问一个问题，就是用日语，甲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哪台语叫做台语，大家拢讲中文。迄是伊的问题的意识，所以讲，因为台语叫做日语叫做台湾话、台湾语，那为什么伫咧台北大家拢讲中文、中国语？伊感觉足奇怪。伊开始有即种的意识，我是感觉讲，迄是非常好的即个成果。开始有即个问题意识了后，伊嘛是会使家己去更加了解台湾即个土地，所以我感觉即马已经有即个第一步。迄嘛是来到这个所在的这个成果，所以我嘛是非常的欢喜。另外，这个讲到中华我是因为是我即马研究台湾的历史特别是日本时代的台湾历史，中华是迄个时阵是非常重要的所在，即马嘛是非常重要。不过日本时代嘛是非常重要。迄个时阵日本人大家敢知影日本政府、日本统治者安怎叫？这个所在，安怎形容这个所在？是思想崇拜的所在，就是讲中华这个所在的思想崇拜。那为什么安尼讲？是因为中华人的这个主体意识，或者是讲台湾意识非常强。所以感谢各位讲咱这个台湾文化。Be on your guard, stand firm in faith, courageous and strong, do everything for till It's been you and me, and that was my design. 'Cause we're together and forever, and that's how till the light. It's the light, us from the flames unified, writing our names in the sky. And truth was the way to rise. We'll build a faster time. Watch our legacy, go check your history. Ain't
We've been doing that from the start. 시작은 항상 다 이룬 것처럼 엔딩은 마치 승리한 것처럼 겁내지 않고 마음을 쏟을래 내 모양대로 이제 더 이상 신경 쓰지 않아 어디에서도 내 맘을 지키기 All the time 자유에 맡겨둘래 다행히 될 거니까 So you can love me, hate me. You will never be, never be, never be me. Try me, break free. You will never be, never be, never be me.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s, rebels in our hearts.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s.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s. 꺾이지 않아.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s. 너는 어디가 조금 부족해 너는 거기가 뭔가 좀 넘쳐 I don't care 모든 말은 참 쉽지 그래 실행이 어려운 거야 Do it, move it, do it 우린 그냥 할게 내 갈 길은 멀고 그 위에는 드라마가 있어 저 외로움이 너무 길어지는다면 그 맘을 쏘아 올려 Love me, hate me. You will never be, never be, never be me. Try me, break free. You will never be, never be, never be me.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 rebels in our heart.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 꺾이지 않아.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 Rebels in our heart. Rebels in our heart, rebels in our heart. Rebels in our heart, rebels in our heart. 때로 이유를 묻지 않고 서로가 필요할 때가 있어. 그런 마음이 어떤 건지 잘 알기엔 영원을 바라는 사이보단 지금 말해주고 싶어. We will always be the rebels. Come join us who you are. We are rebels. We are one. 믿음만으로. We are rebels. We are one.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 Rebels in our heart.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 We are rebels in our heart.
在在月光，你就是我小奶奶。阿里阿里好，你就是我小奶奶。阿里好。小奶奶，阿拉伊阿拉好，你就是我的小奶奶，阿拉伊好。哎，这条我会晓呢，我细汉去。
好听的吼，感谢。好，还有我们无线老师的哈，今仔真欢喜哈，代表馆长哈王宏美王馆长来参加咱唔久哈8周岁哈，咱8岁啊哈，搁咱今年的这个母亲节的一个庆贺活动哈。是吼，当年拢来吼，当年拢有感心的感动啦吼。而且我是第一个感动，我是咱的就当署长吼，我拢伊是我的老长官，拢叫伊馆长啦吼。我特别看到馆长吼，安尼走来走去吼，安尼策划足精彩的活动吼，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他吼，因为大家知影馆长今年几岁知道？ 70。 伊超过80岁，今年已经80岁，看袂出来看袂出来。所以做有活力啊，所以我感觉吼，咱这做人是说吼，少年的别咱讲咱吼，无这个体力，也是讲无这个这个意愿来杀这个活动吼，大家要学习咱就馆长的精神吼，大家应该共同来推动咱这公务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广活动哦。 第二就是讲吼，好朋友啊，平安喜乐，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咱局长。落水过，过水路，流过山路，嘛流过草坡，有时那人，有那一途。 有时沉痛，心做作，落水过，过水路，流过日出，嘛流过秋，甲咱做生到开古，田的土地，老家树。 祝福你快乐，人生的路途，欢迎搁满足，祝福你的美梦成就好结果，祝福
你有努力就有成功。祝福你幸福，祝福你快乐，人生的路途。欢喜搁满足，祝福你的手头一直有工作，祝福你的脚步行万里路。无论是弯弯翘翘的山坡，无论是落袂停的风波。免烦恼，免惊吓，有我陪你行，互相依偎笑小花。祝福你幸福，祝福你快乐。人生的路途，欢喜搁满足，祝福你的得着上光喜乐志，祝福你唱出上水的声音，祝福你的得着上光喜乐志，祝福你唱出上水的声音，祝福你的得着上光喜乐志，祝福你唱出上水的声音。我是关山，徛伫海中，勇敢面对全世界。你是大河流过土地，守护故乡千万代。咱是河水，天地陪舞，不是咱的水分。咱是风雨，跨空万里，自由是咱的空气。万里山河，万里山河，人家坚强就天下。万里山河，万里山河，天空开阔就大海。我是关山，我是台湾，勇敢面对全世界。你是大河，是台湾人，守护故乡千万载。咱是河水，天地共舞，民主是咱的水分。咱是风雨，跨空万里，自由是咱的空气。万里山河，万里山河，山顶无风变云彩。万里
山河，万里山河，千秋万代永远的海。万里山河，万里山河。手来手去真自由，要着吃水泡，困着困水草，收啊收，收啊收，手来手去真自由。小等一下，好，家己要收啊完，搁叫人等你，哼。是啊，你家收到紧，真正是好。我看是你经过收店收袂起，爱去食胶原蛋白啦。阿姊，什么是胶原蛋白？我嘛要食。哦，迄胶原蛋白足贵的，我家己都食袂起啊。若有好，我当然嘛是家己食，食好水当当，哪有通轮着你咧？哦，喂，你三个，我问恁哦，恁拄则是咧唱什么歌啊？吼，全台湾的囡仔拢会晓唱的囡仔歌啊，连这你都唔知，哼。鱼呀鱼呀，水中游。哇，够好啊，调教。我幼稚园就学过啊！阿姊，我幼儿园有啥物无教过啊？哦，我甲你讲吼，咱囡仔人吼唔通学白学啦。哦，喂，恁三个，我问恁哦，啊无恁是鱼仔哟？我唔是鱼仔啊，我嘛唔是鱼仔啊。哪呢？我是啥嘞？我是啥嘞？我是啥嘞？恁既然唔是鱼仔，是安怎来咧唱鱼仔歌？讲，恁到底是啥物？到底是啥物？我想到啊，阮是水宝。我知影是水宝。照讲食。我知影，恁是水宝，我就是水工啦。哦，什么水宝水工，咱拢叫做海体。海体，海体水中游，游来游去真自由。哇，天顶落来遮济水水的海体，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够水啦！我要甲伊耍，我要甲伊耍，我要耍，我嘛要耍。我要耍，我嘛要甲伊耍。阿姊，我嘛要甲伊耍。哦，唔通啦，你空空呢？迄毋是海体，迄是人类蛋的塑胶鹿啊啦！真正是塑胶鹿啊哦！不过我看伊伫遐浮咧、沉咧，亲像海体呢。我要甲伊耍，明明就是海体啊！迄毋是塑胶鹿啊！我要耍，我要甲伊耍。哦，唔通啦！真侪海龟吼，就是食到这，肠啊肠道拢塌掉咧，食的落放袂出来。腹肚痛，上严重吼，佫会死翘翘啦！死翘翘，死翘翘！哎呦，安尼足恐怖的呢！要安怎？要安怎？即马，咱就来演一出戏，互大家知影保护大自然母亲的重要性。大家来看好戏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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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出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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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恁三个，恁是走马灯哟，莫搁西啊人，这边啦！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你几个呢？啊，爸，你莫伫边仔吵啦！来我看，来我跟你斗三工啦！啊，我要算啦！来啦，我算啦！要算啦！我算啦！我要算啦！我算啦！我讲你两个啊，你创啥？你大人大种的，搁囡仔咧耍手机啊！你实在吼要我气死无啦，我是咧培养亲子关系啦。听了我袂讲啊！各位观众，这吼，阮翁啦，阮囝阿爷啦，厝内的代志遮尔无闲，也袂晓斗三工啦，规
规工哦，刚才遐耍手机啊，有没有气死啊？哎呦，水某诶，这网络这头脑来考你哦。假鸭鹅，啊你看，什么上惊挂？我上惊寒啦，看到你就练气啊！哎呦，你嘛较正经咧，哥你要一解啦。假啊？唔对，我无啥。啊，因为吼，逐工都话呱呱呱，哈哈哈哈哈！无好笑，足冷诶！哎呀，你看，转来哦，就直直咧耍手机啊，拢是教你学的啦。哎呀，来倒旁菜啦，来倒旁菜啦。哦好。哎呦，我来啊，我来啊。你卖旁啦，这鸡还未煮啦。安尼无我讲很。啊，别，哦，你卖旁在车倒啦，呱呱倒。啊，无你是安怎？你是嫌我老啊？嫌慢，无路用啊哟。母啊，我总是迄个意思啦。鹅你较大只啊，咧鹅，你唔免都讲个鹅。哎呀，今日请阿妈来食饭啦。哦好。阿妈，食饭啊！食饭啊，唔是拄仔食饱尔，要搁食饭。拄食是食点心，即马才是咧食饭。哦，安尼哦。阿妈食饭。好。你母啊是唔是老公啊哈？啊你讲啊大声，惊人唔知是无啦？啊，他大声你创啥？惊死人哦！无啦，迄母啊，我感觉伊是上久无转去伊的故乡吼，汉堡市地看看。再安尼吼上厝安尼戆神啦。啊无，后礼拜吼母亲节，咱带母转来去汉堡市地行行咧，无一定就较好起来哦。啊，毋过咱毋是约好，母亲节要招阿母去出国去佚佗。出国哦？对啦，出国较好耍啦。出国对恁来讲是较好耍啦，毋过吼，迄阿母啊吼，迄身体啦、记忆拢无介好啦。我感觉吼，若带伊转去较熟悉的所在，无一定吼对伊较好哦。啊，就要决定吼，咱母亲节带阿嬷转来去伊的故乡哦，大家拢爱去哦。什么？大家拢爱去？哎呀，我嘛爱去哦。对，啊无咧。哎呦，啊你敢毋知我逐工佚佗真济，啊真无闲呢。爸，你工课遐尼无闲，搁有闲甲我收手机啊？我则无咧。对啊，我讲阿爷老爸啊，你毋是讲要培养亲子关系？安尼来去大自然培养就好啊。啊毋过。啊毋过啥？就是爱做伙来啦。好啦，我讲食饭。好啦，食饭啦。阿母咧。到我啊！哎呦，阿母我念错咧。哎呦，叫你卖旁啊！你是安怎啦？哎，出发咯！行出发！今日是快乐的出发日，无限的海洋呀，欢喜出发的日子，绿色的地平线，天色的海水。Come on，要回来，一路顺风凉挂时，准备声亮上阮快乐的出发啦！哇，足欢喜的呢！搁转来到这美丽汉堡湿地。哎，母啊！我就是想讲吼，你足久无转来故乡行行咧啊，所以吼，唔知母亲节吼，带你转来看看行行咧啊，足好的呢。啊，这无好咧！啊，本来阮是讲要招阿母做伙去出国去佚佗，啊，毋过吼，啊，即个啦，啊，敢想要来遮啦。啊，你想要做好囝婿啊？系啊。阿母，这个故乡呢？啊，你要甲阿嬷讲啥无？真袂歹，对毋对？好，不要紧。对无？你头一届来对无？对啦，伊头一届来较亲阮，咱甲讲不要紧吼。好，只要有吼阿姨的所在吼，跟阿爷的所在，就是上水的所在啦。我甲你讲，阿孙呢，这个汉堡湿地吼，伊是徛伫个西海岸一个宝地呢。啊，伊吼会故事真正侪咧。啊，亲像海水共款，有时会进，啊有时会退吼，充满着生命力。毋过吼，虽然有时会拄着挑战，伊拄着挑战的时阵，赶快点燃出伊的活力。我知影，遮每一年拢有过冬鸟会搬山过岭来遮过冬，因我去即块湿地找食、歇困，对无？你拢讲过几两百遍啦。
哦，以前吼，迄海水吼比即马搁较清，海沙啊搁比即马较幼。我是要掠鱼、掠虾啊、掠蛆啊，啊搁迄囝生啊吼，拢嘛真济。母啊，我会记细汉的时阵吼，你定定嘛带我来遮佚佗，哇，迄时阵海水足水的，嘛无粪扫，嘛无污染呢。毋过我看即马嘛袂歹，袂歹啊，即马是袂歹啦。毋过吼，我以前毋免烦恼讲迄水里有塑胶、有粪扫，啊嘛毋免烦恼讲迄囝生啊无厝通住。啊，即马呢吼，甲以前拢无共啊。我是哎呦，走，阿母，安尼安怎嘞？你想干嘛？哎，紧叫叫我家啦！咿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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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我的阿嬷若好起来，我一定会定定陪伊来海边散步的，求你啊！来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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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啥人？50岁拢还袂到，你哪会想甲一竿仔肉粽嘞？什么？你人水精灵，你都唔捌伊，你够无知性呢？喂！嗨，看起来吼，即摆吼，我已经互人放袂记你啊啦。也是较怀念较早，迄个时阵空气是新鲜的，水是清气的。水是清气的。无毋对，就亲像水精灵讲的，迄阵的土地无受到污染，生出来食物是无毒的，世界拢充满活力甲生机。世界拢充满活力甲生机。以前的人拢知影维护海平是大家人的责任，无工业污染破坏这个生态，海平永远是美丽。上重要的是，以前的人是善良的，对生活充满幻想，对大自然抱着一粒尊敬的心。不过，这一切拢改变啦！一切拢改变啦！哇，恁讲的甲我的阿嬷讲的完全共款呢。哈？什么？原来即马有人想法跟我共款哦，啊，感动啦！水精灵，你敢袂使救我的阿嬷？你阿嬷？你阿嬷是安怎？唉，伊破病啊！唉，破病。好，那安尼，互我来感应看卖。大英经济股哈，救你！啊！爱是困去啊！哎呀，无礼貌！阮尊贵的水精灵啊，伊即摆是咧感应恁阿嬷的状况。哦。啊，我知影。你阿嬷就甲即个汉堡湿地同款，互大自然破坏人类的一切，自然界伊失去平衡，你阿嬷毋才会破地。非常好，没错。恁人类哦，这讲是破坏大自然的杀手。大自然的杀手，大自然的杀手。阮人类这毋是啥物杀手？就是恁人类，恁的废水污染着溪水甲海洋，啊，搁有工厂排出来的毒气，伊污染着新鲜的空气。到人类乱做树仔，洪水冲刷，变成土石流。这拢是恁人类害的。人类害的，人类害的。毋过，阮即摆拢有咧做环保啊，搁有咧做粪扫分类。哎哟，迄只是做表面的工课啦，上重是迄粒心。恁阿嬷吼会破病吼，是因为伊心疼即个大自然受到破坏，甲伊美好的记忆嘛，随时咧对咧消失。无毋对，因为对你阿嬷来讲，这个所在是伊生命的源泉，而且有伊美丽的记忆，才是伊生活内上水的所在。即马去互人破坏去啊！莫怪你阿嬷会失去活落去的气力。我了解啊，有记忆的所在，有处理人关心的所在，才是上水气的所在。毋过，煞互人破坏啊！安尼要安怎？
安怎？免着急，哎呀，你敢愿意用心维护你阿嬷的这个土地，伊的记忆，维护这个美丽的他台湾海洋咧？我愿意。耶！足好诶，安尼咱即马大家咯做伙来为大自然甲阿嬷祈福。来，只要大家心存好意，这个大自然会愈变愈好。来哦，大家对我念一个，皮拉，咖比巴拉，咖比巴拉，贝贝鲁多，对无？波波利娜贝贝鲁多，波波利娜贝贝鲁多，嘎嘎，哥嘎哥嘎，再嘎再嘎。哎呀，你看，什么人来啊？啊，今日阿嬷来啊！阿嬷，你好哦，实在真好诶！我以后一定会常常陪你来海边啊散步，听你讲少济的故事，互汉堡市地变做我心内上水气的所在。好啦，只要有海洋的所在吼，就是咱上水的所在。上水的所在需要咱大家做伙来维护。你讲安尼对唔对啊？对。即届吼，咱今日的礼物吼，就是咱全家伙啊，做伙来守护这片故乡、这片土地。我袂过一直耍手机啊，我会用手机啊，翕相翕报道的水，全世界拢知影。啊，你讲啥嘛？哦，我吼，我会记你细汉的时阵吼，你若用迄个望春风吼来改编咧汉堡湿地的歌吼，足好听，迄歌词嘛足有意义的呢。啊无，咱过来唱一遍好无？好啊，我想要叫因摕起来，互大家看。来哦，有大字报哦。开始。风雨的问题。风车看海水，你甲我甲你，欢喜到海边。来的汉堡市地，故事这呢多，有时的真，有时客，请你看详细。好啊好啊，观众朋友做伙唱吼。好啊，啊你手举起来。观众朋友借恁的双手吼，啊我叫大字报，跟做伙唱。来，人看风嘿，预备开始。风雨的问题，风车看海水，你甲我甲你，欢喜到海边。汉堡市地，故事听呢多，有时的真，有时客，请你看详细。各位亲爱的贵宾，阮是关怀台语剧团，阮今仔日所歌演的这出《爱护咱的母亲》，有好看无？请恁来期待吼，阮的年度大戏年底吼，还佫有一出新的戏要出现，要来演何必之啦，大家做伙来看好无？好。啊，阮今仔日关怀台语剧团就演到这，大家再会，多谢大家。哇，真赞真赞！大家好，有标准无？我是来自美国的崔璀璨，不好意思，台语比较会唱而已。那我想要介绍一下自己，我当初是17岁的时候，搞不好等一下可以帮我翻译一下。OK， 没问题。好。那个17岁的时候，一个人来台湾，然后那时候是扶轮社交换学生，那时候有规定说，交换学生为了入境随俗就不准跟家长联络2个月，前面2个月都不行。
连 email 都不行，打电话也不行，传讯息也不行。那时候我妈妈她是把手机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放胸口，然后开最大声，因为她很怕就是会遇到什么状况需要就是直接联络到她。所以想说我爸妈其实为了我追这个台湾的梦想牺牲了非常多，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类似的画面，有类似的经验，就可以记得要赶快好好的谢谢我们的父母。所以这首歌好，伊他做然后唱给大家听的是《落雨声》。落雨声，这条你马上来哦。
情话，有时真心，有时怀疑，人生到底为着啥？我回头去看，雄雄才知影，咱的舞台爱用青春。足侪人安尼甲咱委员议长遮尔支持，咱才有到加入。爱你，我爱你 ，OK，欢喜爱心。